弟兄姊妹主內平安。今日樂享聖言讀經計劃嘅經文係詩篇29篇，讓我哋先嚟細心閱讀呢部分嘅經文，然後有一段安靜默想嘅時間，盼望神佢親自透過佢自己嘅聖言嚟到教導每一個渴慕佢話語嘅人，亦都叫凡樂意遵行佢教導嘅都可以得着神所應許嘅賞賜。呢首嘅詩篇所表達嘅信息係要使人感受到耶和華嗰份震懾嘅榮耀，以及超越一切嘅力量，以致人應當嚟到稱頌讚美耶和華。呢個係詩人一開始就已經清楚咁樣嚟到提醒我哋，就係要榮耀佢。詩人以耶和華嘅聲音嚟到展示佢無與倫比嘅力量，佢發聲就能使到山跳動，叫曠野震動，就好似現代戰爭當中，當炸彈擊中目標嘅時候所產生嘅巨響，伴隨住強烈嘅氣流嗰份嘅震盪同埋熱力。與此同時，詩人係以另一個景象嚟到提醒我哋，哪怕係遇上令人不安同埋恐懼嘅大水，甚至能把生命同埋財物瞬間吞噬嘅洪水，但係耶和華神依然能夠輕鬆自如咁樣去面對。耶和華打雷在其上，耶和華在洪水泛濫之時依然坐着為王。混亂同埋死亡嘅威脅喺耶和華神面前都不足掛齒。詩人所描述嘅場景馬上就勾起咗以色列人對先祖歷史嘅回憶。大水同埋洪水都聽命喺佢哋所敬拜嘅耶和華，呢一切都係以色列人佢哋所熟悉嘅。呢幅圖畫叫人能夠對耶和華神產生尊崇同埋敬畏。不過今日我哋生活喺城市裏面嘅人，生活嘅空間同埋遇上嘅事情，就同詩人當時嘅處境已經大相徑庭啦。我哋嘅生活好少同大自然扯上關係，圍繞住我哋嘅都係肉眼能見嘅高樓大廈，又或者係嗰啲無形無色無聲嘅電訊網絡。我哋睇唔見山嶺同埋草原，我哋亦都唔需要牧養或者料理牲畜。今日人們所相信嘅，要得到更美好嘅生活，所需要嘅就係擁有更加優良、更加穩定以及更高效能嘅科技產物以及通訊網絡。因為生活早已經走向咗電子化同埋數碼化，我哋嘅生活需要嘅係智能手機同埋應用程式呢啲軟件。從工作、娛樂以至生活唔同嘅範疇，冇一樣能夠避開無形嘅網絡。因此，要掌握科技，先至能夠更好咁樣繼續生活落去。人如果唔能夠追隨科技嘅步伐，又或者稍為遲緩一啲，生活就會失去咗力量，失去咗價值而被淘汰。事實上，科技發展早已經唔係單純係個人生活層面嘅事情。我哋只要留意今日世界各國之間嘅對壘，就明白科技嘅重要性。不過喺呢個詩篇結束嘅部分，詩人唔忘記嚟到提醒耶和華嘅百姓，其實亦都提醒住我哋要專心嚟到信靠耶和華，因為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，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。咁樣，耶和華所賜嘅究竟
又係一份點樣嘅力量，係一份點樣嘅平安呢？我相信關於呢一個問題嘅答案，必然只有喺耶穌基督裏面先至可以揾得到。耶穌基督嘅福音所展現嘅力量，係對神嘅信服，並且以犧牲捨己嘅方式嚟到去成就呢件事。而耶穌基督嘅平安，係喺同父神愛以及被愛嘅關係上建立起嚟嘅。不過，我想喺度澄清一點，我哋唔需要將科技發展妖魔化。不過同時值得留意同埋思考嘅係，喺我哋今日應用日新月異嘅科技嘅時候，我哋同神、同人以及萬物，以及同我哋自己嘅關係，係咪會帶嚟更好嘅美善呢？抑或帶嚟更大嘅傷害同埋衝突呢？耶穌基督被釘死喺十字架上，被人視為無能同埋羞辱，但背後卻係蘊含住父上帝嘅大能同埋大愛。盲目咁樣追求世人嘅平安，最終只會自取滅亡。而忠於上帝嘅教導同埋吩咐，先至真正能夠展現耶和華神嗰份嘅能力同埋榮耀。請唔好忘記我哋嘅身份，我哋係上帝嘅百姓，上帝要作我哋嘅神。讓我哋一同嚟到禱告。天父，願你賜畀我哋力量，使我哋能忠於你嘅託付，專心定睛喺耶穌基督嘅十字架，叫我哋唔好偏離主嘅教導，好叫我哋能得着從你而嚟嘅平安，將福音嚟到傳開，以致能夠使更多嘅人同得呢份嘅福氣，能為主嘅大能嚟到作見證。我哋咁樣嘅禱告，係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而求。阿門。